台湾今年买到全台湾6成人口数量的疫苗数量，不过即马送来量却是无到1成。有不少欧美国家已经把后年疫苗数量拢注文好势啊。国内就专家提醒讲，国内大港疫苗的产量无通和新加坡、甲南韩来比较，就要把握时机用较贵的价效，成本不要紧，较赢到时阵买无疫苗。 国内即马扩大注 AZ 疫苗，注的拢是人送互阮的，家己注文的疫苗，即阵到货量敢达到88万外支，也有2900多万支还未来。专家表示，即马未少欧美国家毋但已经买好未来2年的疫苗量，甚至连变异株的疫苗拢已经落订单。台湾即阵若无想买，明年定着高买无。咱即摆就去用收入甲添。啊，你即摆摕钱买无货嘛？哦，尤其是咱即个小国家，甲以色列共款嘛，甲新加坡共款。你若无讲用较贵的钱，较早买、较早订，即欧美即大国家咧扫货时阵哦，咱根本连偏芳都无啦。专家讲，因为台湾的人口少、市场小，无想投资做大港的产能确实有限。甲新加坡、南韩比起来，人早伫咧20多年前就投资，即阵就连越南、泰国拢摕到大港的合约。看等来，咱的国产疫苗即阵还无法度上市，国内疫苗战还有一段路要行。 不过，确实有很多的国家在这个时候也对我们这个国产疫苗都投注以非常大的一个关心，相对跟他们这几家公司去做相关的谈判，但是我们还是静待这 EUA 的审查的一个结果。 目前台湾购货的疫苗以 COVAX 平台为主，不过 COVAX 购货的时程有苹果也较会受到其他国家的协议转受影响。国内专家认为，台湾定着爱会记的即摆的架势，对调即波国际注文疫苗的时程，量早部署。记者闵子林玉凯台北报道。